來了，回來了。今日經濟觀察報關於北京餐飲嘅文章當中有一組數據係令人相當之觸目驚心啊！上半年北京規模以上，亦即係年收入1000萬以上嘅大飯店，利潤總額只有1.8億，同比下降咗88.8%，利潤率低至0.37%。咁呢一個利潤率已經唔係喺度開飯店啦，而係喺度開善堂啊！咁更加令人吃驚嘅係，唔單止餐飲唔賺錢，喺北京市統計局嘅報告當中，住宿行業嘅利潤率亦都喺度大幅下降緊，其中星級酒店下降咗31.9%，一般嘅普通旅館下降咗85.9%。北京啊，話晒都係首都咯，有咁多嘅央企高管、企業總部人才、金融精英，仲有頂級嘅體制內人員，一個2200萬人口嘅大城市，唔通大家都唔捨得出嚟食飯？我都諗唔明啊！其實對於今年嘅消費情況，大家都知道唔會好好，但係咧就諗唔到會咁差咯。我仲揾咗其他3個一線城市嘅數據，全部都係慘不忍睹。上海嘅情況咧仲衰過北京。上海上半年嘅限額以上嘅住宿餐飲嘅企業利潤竟然係負數，負7.7億元。我估計嗰個做統計嘅頭都大晒，開10級美顏都補唔翻嚟啊！深圳咧本來以為今年上半年有香港人過嚟消費啦會好啲，因為計落平均每日有超過20萬嘅香港人到深圳食飯啦、購物揼骨。但係深圳上半年嘅數據公布之後咧，都令人覺得非常意外。全市嘅餐飲業嘅銷售額就係同比增長咗1.3%，商品零售額咧增長咗1%，亦即係話，如果除咗香港人嚟消費嘅嗰一部分啊，單純靠深圳嘅本地人嘅話，深圳嘅餐飲情況大概咧同北京、上海係一樣噶，大家都唔捨得出嚟食飯。最後係廣州，廣州情況就稍微好少少啦，可能因為食在廣州啊，上半年全市嘅住宿同埋餐飲業嘅零售額增長3%，都係有小微增長嘅，但係到咗下半年情況都不容樂觀。我啱揾到咗1到7月份最新嘅數據，已經開始環比下降啦。包括最近呢一排一啲上市嘅餐飲企業公布咗上半年嘅成績單，數據都比較難睇。比如九毛九今年上半年嘅淨利潤同比跌近70%，平均每間餐廳嘅利潤唔到10萬蚊。2024年係唔少餐飲人夢碎嘅一年啊！天眼查嘅數據顯示，上半年國內嘅餐飲企業新增註冊咗134.6萬間，但係關門註銷嘅都達到咗驚人嘅105.6萬間，等於話開咗幾多間就執咗幾多間。老粉絲應該都仲記得我之前拍過視頻話我爸爸媽媽喺佛山開餐飲店，但係其實佢哋上個月就轉讓出去啦。一係因為二房東要升租金，二咧當地好多大型嘅工廠全部都搬走晒，咁人流量就大啲。但係周邊咧就開咗好多同類型嘅飯店，同質化非常之嚴重。最後我爸媽覺得話做得咁辛苦先賺雞碎咁多，都唔想做，就轉讓咗出去。咁轉讓咧先貼咗1日就有一對中年嘅夫妻即刻落訂簽約。餐飲呢一個行業咧，永遠都有新嘅水魚入場。呢一次失業裁員咧，房價、股市下跌，對於一線城市嘅壓力係最大噶。想當年啊，一線城市一個單位嘅平均總價係500萬左右，月供就要2萬左右。咁呢一個月供咧，其實喺3-4年前係好普遍噶。但係對比而家嘅收入，先知道你要求一個打工人連續保持30年月入2萬係一件幾咁恐怖嘅事情。即使你鐵飯碗都冇辦法承諾，房價會跌，收入會跌，但係負債咧係剛性嘅。一線打工人可以做嘅咧就係節衣縮食。首先咧就係減少外出就餐，自己買餸煮飯，慳得就慳。因為呢一次經濟寒冬有可能比我哋好多人，甚至乎比好多專家預測嘅時間都要長。